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初3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行政院公布振兴券的方案，正式号名号做振兴3倍券，民众摕1000块的现金，会使甲政府换到3000块的振兴券。若有纸本，嘛会使用信用卡、电子支付，也是电子票证，拢总有4大管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全国的每一个人拢通好领。行政院推出振兴券，名叫做3倍券，初期正式对外宣布。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记者会，强调叫3倍券是因为1000比3000，而且有3大原则：好领、好用、好刺激，每一个人拢会当领。我们3个原则就是要好领、要好用、要好刺激，同时最温暖。所以3好1温暖，怎么好领呢？全国同胞都能领。12月31号生的都可以，只要来得及拿健保卡。那有的是还没有拿到身份证，但是他是我们的国人的配偶，这个我们都一律发给，这个都没有问题哦。当然包括我们有中国的、港澳，还有其他外国的。振兴3倍券1000换3000，7月15开始实施，期限到今年年底。有4个管道会当领，实体纸本会当到邮局，也是比较脆暗2点控的方式。7月开始，伫4大超商拢会当有订。非纸本的方式会当使用电子支付、电子票证也是信用卡，但是需要先登录。消费3000，政府可以退2000块互你。另外，对120万名中低收入的民众，1000块直接汇率的口罩。政委唐凤嘛提醒，若是使用唔是纸本的方式，累积的金额必须使用共一个信用卡，还是共一个口罩。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开始绑定，就开始累积消费。你如果绑定完之后发现利用会加优惠更好，你就取消绑定。不过那个你之前累积的也就一起取消了啊。纸本的3倍券有2种面额，200块5张，也有4张的500块。使用时阵袂当换现金，嘛袂当找蓝山啊，也是欠开，会当用伫生活、像是说百货公司、演唱会、夜市啊等等，但是袂当用伫网络买物件、纳税、买粉、买股票，还有买礼券等等。电商反而是获利的，但对于电商这个线上卖票啊，去听演唱会、去看展演等等，在国内的我们还是可以的。苏贞昌强调，个人会当利用振兴券伫国内旅游，唔但会当振兴国内经济，嘛会当加看台湾有偌水。另外，7月15会当使用。苏贞昌讲，这是一个好日子，嘛是暑假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公布振兴3倍券的方案，就是有立委批评讲，换振兴券的方式复杂，袂晓用网络的人，也是无信用卡的人，拢爱去邮局排队。若振兴券的顶悬上细张的金额是200块银，有路边摊就出来讲，有当时买一寡脆食面才几10块啊尔，安尼对夜市的摊商哪有照顾到？汤仔饼饼皮伫咧店内底整甲比比标标，尾仔卖时阵，放甲夜市的店头无用得款了，人客拢客咱山来买食食。行政院照振兴3倍券，要刺激经济。有夜市的店头认为讲，上细张的金额是200块，对因来讲是真不利，而且因有现金的压力。7月份才开始，做夜市的人可能袂堪住。我们认为周转金都不够了。那如果说今天你又拿了一个200块来，那如果说我今天收入多，可是呢，我要等到多久才能拿到钱？若是地方县长收到的反应无共，婚姻县长周立先批评讲，行政院振兴券的设计根本就是扰乱民众。家己市长黄明辉希望振兴券本会当更较方便、更较紧，等到7月中有大半久。若是地方监视会更加，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讲爱评估，怎么加都会出人家，所以我觉得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能够配合中央的方式。民众都是自己7月中才分上万啊，振兴券未付期，嘛有内啊立委批评讲振兴券换方式真复杂，袂晓上网络的人、无信用卡的人，也是爱去邮局排队来换，对老人甲弱势的人不利。时代力量虽望肯定振兴3倍券的加倍效果，却嘛烦恼换过程增加人力的负担，而且更有可能会出现收购振兴券乱七八糟的状况。数位落差最大的这些老人家跟乡下人是最辛苦的，他们还是要去邮局排队了，才能去兑换，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不便民嘛？那振兴券有跟任何医疗服务有内容有相关吗？答案当然是没有啦。很多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动用到太多的人力和资源在处理，会有这样的疑虑，就是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1000换3000的做法。民众党初二公布振兴券民调的结果，要8成的民众对政府的方案不满，而且嘛质疑用健保卡来领振兴3倍券有违法的记录，因为根据健保法16条，健保卡袂当可非医疗目的，还有保险医疗服务无关系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关心天气，因为咱台湾附近吹打扫的西南风，所以天气是烧热的。咱来看温度，今日甲明仔载，咱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了后，热对流发展会较旺，伫北部、东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伫金门、马祖会大风影响能见度。温度的方面，高温烧热，日时的高温伫咧32度以上。大台北地区、中南部也有花东会搁较热。气象局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花东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代表高温有36度以上。若台东有可能会透火烧风，会搁较热，所以乡亲爱细致。天气遮尔啊烧热，若一礼拜、规礼拜拢遮尔热，有的所在已经热到36度以上。天气烧热，大家开始开冷气啊！台电嘛公布昨昏尖峰上大用电量已经创下今年的新高。顶礼拜无稳定的天气形态已经结束，这礼拜拢是好天，水气愈来愈少。气象局预估，帅气真热天气会继续到周末。车厂也针对花莲县、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也有屏东县发布高温警报，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面也会比较偏稳定一些。我们预估明天在高雄地区、屏东地区还有花东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天气热，民众开冷气、开电风时间也变多。台电为6月初1开始启动热天电价，根据台电估算，每年6到9月热天电价期间，每户每个月平均用电404度，电费钱差不多956块。每年10月到今年5月是非热天电价，平均是用电287度，电费钱546块。算落也就是民众伫热天用电平均爱加到410块。台电表示，初二上悬用电量是出现伫下晡1点51分，有3438.1万千瓦，创下今年新高。备转用量差不多是407.1万千瓦，备转率11.8%，维持供电车顶。台电也预估，这礼拜用电量会继续对着气温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推出振兴3倍券，你予政府1000块的现金，会使甲政府换到3000块的振兴券。这个点头即马已经开始出招，有名的餐饮业者就话讲，你点一道6000块，算你3000块。经济部就讲，振兴3倍券会使创造1000亿的经济效益。来看联合报。资本讲好要起做过个中台湾电影中心，甲国家红仔册博物馆，因为台中市政府甲文化部对空间的想法无共款。台中市政府伫顶个月已经有宣布讲无法度搁合作啊。按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昏有来台北的文化部，甲文化部长李永德有达成共识，台中市政府会搁找较适合的地点，文化部才搁来评估。来看《苹果日报》。昨昏国内同款无新的病例，已经是连续51天，咱无本土病例。台北的羽毛球比赛已经按算伫9月初1要开始比赛，疫情指挥中心嘛同意要开放观众入场。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若一礼拜6月初6是高雄市要举行罢免市长韩国瑜的投票日，逢隔离的人、伫在家检疫的人，敢无法度去投票？这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中选会伫年初就已经决定讲，这人袂使去投票。过一天的时间，台湾各一届零确诊，而且已经第51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的病例出现。全台湾确诊的人数依是伫咧443例，有7个人死亡，427个人解除隔离，也有9个人住院治疗当中。今天应该是第51天没有本土的案例。所以相对本土是安全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线，要确实的把它建立起来，把我们的健康行为能够内化。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社区是安全的，不过就要把个人的防护措施做好，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伫咧这礼拜6月初6举行，外界关心讲，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者敢会当出去投票。指挥中心表示，中选会已经规定，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者是袂当入去投票所投票。不过发烧的人只要挂喙暗，也是会当去投票，袂影响到投票权。那发烧就看他的一个投票所的一个规定了哈，他可能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戴口罩啦，或者就是说是要那个
间隔距离要拉出来吧哈。指挥中心强调，中选会伫咧今年初疫情开始了后，小连续办过村里长的补选等等的选举，迄当阵就针对居家检疫抑佫有隔离的人，明定袂当投票的规定，毋是针对即届罢韩的投票。目前全台湾居家检疫的人数差不多9300人，其中有1000人伫咧高雄市。另外，指挥中心嘛证实，初步同意羽球协会提出的申请，嘛互今年9月初1的台北公开赛会当顺利来举行，成做全球头一个恢复办理的国际级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3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7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是维持伫443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093例，日本有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是已经有187万例，俄罗斯超过42万例，那巴西超过52万6000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7000例，英国超过27万9000例，意大利超过23万例。香港甲日本的疫情哪亲像有恶化的趋势？日本的东京又搁发布警报，呼吁民众出外爱提高警觉。那香港是亲像出现超级的探病者，香港政府甲要禁止8人以上聚会这个限制令，按算要搁延长到6月18。第六届伫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纪念晚会是香港人30年来共同举行。今年却因为限聚令无法度举行，主办游行的纪念会用8人一组的方式入去公园，同时透过网络直播。有香港民众表示一定会参加。我唔可以唔出聲，我做唔到話真係哎呀人哋叫你唔好出聲你就唔出聲。香港限聚令原本是6月初4結束，不過新冠病毒疫情有迎來現象，港府宣布8人以上嘅聚會限令延長2禮拜到6月18。其實就唔係話會去扼殺大家任何嘅唔同嘅即係自由啊，例如表達啊等等。我都希望咧大家咧係明白咧，我哋嗰個嘅出發點咧，其實咧係公共衛生。雖然香港辟謠，不過禁令不止影響六四紀念活動，6月12也閣是反送中行動第一場警民衝突的1週年，互人有真濟想法。除了香港疫情有變化，日本5月25解除全國緊急狀態了後，東京確診病例維持伫差不多20，不過初次向增加34人。東京都地區小弟8合組開防疫小組會議，各地擺發出東京警報。2個月阻斷措施總算結束，這次開始新加坡分3階段重啟經濟，已經有1/3員工引起公司上班75%的經濟活動復工，學生也分配登去校園。It feels like it has come back to where it should be lah. Like like people start to see people again and working again and。新加坡4月初開始，移工宿舍爆發大規模群組感染，目前9成確診病例攏是移工。政府表示會改善移工環境，會在未來2年新起11棟宿舍。英國衛報指出，官方武漢肺炎死亡病例超過5萬，7月開始針對入境旅客有2禮拜隔離期。超過100名餐飲旅遊業企業主所警告，隔離措施恐驚對中企經濟不利，會造成更較濟民眾失業。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南韓不時攏會爆出群組感染，之前有新田地告過，後來閣有梨泰院夜店，這2天佇仁川閣傳出有告過群組感染，到昨為止，相關的病例已經有45例。南韓國教會爆出群組感染，仁川一名教會牧師禮拜2確診，相關案例已經45例。政府緊急呼籲唔通進行面對面宗教聚會。If face-to-face gatherings are inevitable, please limit the size of gathering to ensure sufficient distance between participants. Make sure to wear a mask and wash hands frequently. Please refrain from singing and shouting as that could cause droplet infection, and it is best to avoid large group meals. 新的群組感染為仁川拖到近期到20幾間小教會，正在夜店甲富川物流中心爆發疫情，真無簡單控制落來。今麥閣出現空棚，也互原本按算禮拜3復課的500多間的學校緊急暫停。南韓政府為預防疫情，一直推出新的防疫措施。7月開始，所有進入夜店、酒吧、卡拉 OK 這個風險場所民眾，攏要掃 QR code 登記入場。
전자명부는 본인 스마트폰으로 본인이 입력하고 본인이 터치해서 확인을 하는 거기 때문에 개인 신상 정보나 감염 여부에 있어서도 이렇게 안전하다고 이렇게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전국적으로 이게 시행이 된 거에 대해서 굉장히 이렇게 환영하고 있습니다.为避免运输证件定期购租政府只会保存4礼拜，了后自动删除。那韩政府指出，进前追踪梨泰院夜店患者接触数真侪人留低资料，造成疫调困难。用 QR code 实名制，会伫首尔仁川大区试1礼拜了后，搁推行到其他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和一个白人警察戴压棍无愧死亡，这个案件引起全美国4界拢伫示威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要维护美国的法律甲秩序，甚至讲无排除搁乱落去，会派军队去镇压。伫咧美国时间初一暗时7点，华府宣布禁日宵禁时间过了后，也是有真侪示威的民众游行去华府的国家广场沿路发口号，毋过无看到警方进行赶人，毋过所出现直升机伫天顶上的状况。为着要应付即届伫疫情当中的大规模活动，美国已经出动超16000人的军队，白宫附近嘛已经出现军队的形影。也是初一较早一点啊，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玫瑰园强调讲，若是各州的州长受过头两只，无法度来阻挡暴乱，伊会直接派大批军队介入，嘛强调讲，伊是维护美国法纪的总统。I am your president of law and order and an ally of all peaceful protesters. But in recent days, our nation has been gripped by professional anarchists, violent mobs, arsonists, looters, criminals, rioters, Antifa, and others. 顶礼拜，白宫市口尾去互示威的民众包围，川普秘入去炮垒避难的消息，去互 CNN 甲纽约时报等等媒体报道，互伊感觉真正民主。所以伫咧发表言论了后，川普特别行去白宫附近，奉号做总统教堂的圣约翰教堂，而且佮甲内阁成员翕相。但是伫伊行出白宫进前，大批和平示威的民众去互警方发射催泪ga斯，强制驱离，现场乱七八糟。川普伫教堂头前摕圣经甲大家讲话，毋过圣约翰教堂的主教知影川普的举动了，是真生气。We have a great country. That's my thoughts. This country is the world. Great. We will make it even. It won't take long. 另外一方面，代志的主角已经过身的46岁肺的查甫人乔治·弗洛伊德，叫警员用脚头压制伫涂骹8分46秒，加上即期官方验尸的判定是因是心脏病发作，还佫有体内有毒物的反应。律师团队另外邀请法医解剖定验，第2份报告确定指出，弗洛伊德的死因就是无法度喘气。其实，伫伊去用压制4分钟了后，弗洛伊德就已经当场无气氧。Cause of death, in my opinion, is asphyxia due to compression of the neck, which, as Mr. Crump indicated, can interfere with blood flow and oxygen going to the brain, and compression of the back, which interferes with breathing. 弗洛伊德的小弟泰伦斯，找伊嘛搁一届出面来安打民众的情绪，强调讲，伊是对爱甲和平的家庭来的，嘛尊敬上帝，呼吁民众年底用选票来表达心中的不满，绝对毋是用暴力来行动。弗洛伊德的追思会6月初4甲初6，会分别伫咧明尼阿波利斯市甲北卡州来举办，初9举办丧礼。若是美国前君王梅威瑟已经公开表示，弗洛伊德丧礼费用全部交予伊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这件白人欺负黑人的代志，伫美国各地引起抗争。有一个澳洲的电视台记者，拜伊伫白宫的外口做转播，警方在赶人的时，连记者拢拍。这款暴力的行为，嘛，互电视台放送出去。抗议会的查甫人去互警方吹射案件，民众真不满来白宫外口示威。澳洲第7电视台记者拜伊伫咧现场替新闻做直播，画面锁定抗议的民众，想要到警方所向采取驱离行动。We've also seen tear gas being used. Here we go, they're moving through again. This is exactly what it looks like. Exactly what it looks like. We're just staying safely. Oh. Whoa. Oh. Amelia, can you hear us? Amelia, are you okay? Or your cameraman? Hello, Amelia. The police just charged at Amelia and our 7 News cameraman there, and looks like a policeman just punched our cameraman.
这个起用攻击的两名记者随亡倒落，啊，毋过了夜机还佫继续伫咧翕，两个人真紧就佫登去现场继续来报道，针对政府无差别的来攻击媒体记者，互因想拢无。 We are really surrounded by the police, and you really saw the way that they dealt with my cameraman Tim. They're quite violent, and they do not care who they're targeting at the moment. 这款的事件嘛发生伫咧路透社的记者身上。路透社记者顶礼拜六伫咧明尼亚波利斯抗议现场采访，暗时8点了后，警方开始拼场。 记者讲，警方直接用枪甲因比，因拿走拿米，镜头是害甲真厉害。想要到过程当中，一个同事倒并目睭下骹，向阳叫球连庆记拍到，两个人迄当阵分别有挂记者证，嘛有穿有写记者字的夹，啊毋过同款也是去互攻击。估计过去这几天以来，全美各地上无十件这款的事件来发生。总统川普捌推文甲示威变严重，挂伫咧媒体身上，批评记者是有变态意识的歹人。受害记者认为讲，这种心态已经影响执法单位。 严重伤害媒体的新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主持咱台湾头一只4000吨的海巡舰落水的典礼。这只海巡舰名号做嘉义舰，普通时会当做海巡的工课，啊若战争的时会当修正做军舰。请揭牌。 国内上大的海巡舰艇，头一只4000吨级的巡防舰举办号名甲落水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而且号名做嘉义舰。因为考虑到嘉义县内渔业的产量是中部县市的冠军，嘛算是政府各南各州提升国防自主的决心。嘉义舰阁有兵舰专员的功能，未来买当去东沙、南沙4口尾的海域执行海巡任务。嘉义舰除了具有平战转换的功能，舰艇上也有手术室。 以及负压、隔离、病房等医疗功能的舱间，也能为台湾海上医疗救护能量写下崭新的一页。4000吨级的巡防舰会当承受10级的强风，续航力超过1万里，有配定态飞机弹的系统，医疗设备嘛升级，有负压隔离病房，而且嘛当提供海军直升机临时来落顶执行人道救援的工作。和0.5寸机枪各2座，还有1座。 2.75的火箭炮，我相信从此以后在执行护渔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渔民看到这个船大小那个心里整个就安定下来了。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如此。台船乘坐4000吨级的巡防舰，一只介绍超市28亿，计划要起4只。落水了，预计用半年时间来测试，希望讲会当伫咧年底交艦，增加台湾海防的战力。另外，总统嘛去陆军航特部空训中心来视察，强调讲国家安全要靠坚强的国防。感谢各位之外，我也要跟各位说，国家安全、区域和平稳定，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靠坚实的国防。 看到煞兵拄跳台面顶跳落来，蔡总统表示会做国军坚强的靠山。第二任期伫咧强化防卫、保守基础战力的时阵，嘛会加速发展无对称的战力，来面对非传统的威胁，而且落实后备动员制度的改革，让国军的靠山更加坚强。记者综合报道。 台电拍算要重新启动3号机组，昨昏伫地方召开说明会，有700乡亲告规去现场抗议。台中电厂是强调讲，重新运转无违反中央也是地方的法规。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伊是讲，若准台电硬要倒，就会依照空污法来处罚。 拜二早起10点，台中龙井福顺宫头前有710个乡亲，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要重新启动第2、第3号的机组，因希望台电爱甲防治空气污染做好。我是无赞成啦，因为空气拢足歹的，环保我无爱做好，安尼才阁大家阁参详。煤的燃气机组越多，当然对空气越不好啊。这半年来拢无去烧的时阵，空气敢有变好？稍微改善。 即摆好不容易停起来，市长讲换市长就换换空气啦。即摆有疫情来咧啦吼，迄人减死偌济呢？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厂长回应，中火第2、第3号的机组重新启动，除了有电力调度的需求，嘛符合中央甲地方的法规。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咧6月初2的市政会议顶悬，请台电放台中人煞，若是坚持要启动第2、第3号的机组，会以空污法来送办。
许可证的效力是目前是在所谓的我们的申请展年的一个过程中。那依照法令，我们在申请展年的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在还没有核准之前，那我们是依照原来的条件可以进行所谓的启动的一个条件。我们只能拜托台电跟中火，饶过中部人，饶过台中人，给我们好空气。台中环保局嘛指出，台电伫咧5月份召开股东会的时阵，对外讲热天的电是有够用，看袂出来重新启动机组的合理性。若是中火硬要重新启动，就会依法来行政。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富源火车头昨透早发生烧拍电意外，代替表示讲，因为电力开关顶头有鸟仔去做收，蛇烧起哩要食鸟仔，毋过去互向电视，才会造成电力系统出问题，去影响到760个旅客。代替的工作人员提工具，无应该卡伫咧电线面顶的物件撇掉，毋过真足来看，卡伫咧电线面顶的是一尾烧甲臭灰大的蛇。代替花莲富源站透早，电车线向跳电，造成列车延误。破断原因甲即尾互电视的蛇有关系，而且巴肚内佫有鸟仔囝。蛇通常都会跑到上面，是为了要吃这个鸟的部分，这样。代替大公告提醒旅客，电车线的电力故障影响火车的赛车时间，而且通知电力段的人员来进行抢救。因先伫一位电管发现有鸟仔收，甲鸟仔收摕掉了，也是无法度通电，进一步来调查，才找到另外一位电线面顶有一个蛇的尸体，撇掉了，才恢复正常供电。对于电力偷夺柴油引擎就没有问题。鸟的部分加强巡检蛇的部分那我们有做一些那个防蛇盾的一个措施啊。跳电意外造成瑞穗站到公湖站之间被抓列车延误，影响到要760个旅客。而且这已经是头一摆代替因为动物走入来电管造成电力不正常。2008年3月份甲2014年9月份，都是指到7度还有树林车头，拢有发现鸟去碰到电车线造成断电，分别影响3万人甲8600个旅客。2014年9月份还有碰瓷爬起电车线，造成电车线断去的事故。代替是表示，对电车线加粗工电完工，电车线落落来断电的状况已经减少真济。毋过因为即个意外，嘛会加派人来加强巡检，避免即款的状况佫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若是佫继续无本土病例，安尼后礼拜1 6月初7就可能会使解除封锁。安尼7月份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将要照常举行。市长郭文德伊是表示讲，两边爱佫参详，会尽量照常办。若无摆拄，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开会。6月初7全台湾都要解禁，伫咧台湾放零边境管制的原则之下，台北市7月份的双城论坛敢会如期举行，是一个大问题。台北市长郭文德初2伫咧市议会闭巡的时阵表示，双城论坛的办理已经真侪年啊，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虽然有疫情的冲击，不过无理由来停办，两岸要是爱沟通交流。这个台北跟上海，这个也没有，这还是在这种两岸城市间的交流在哈，所以不被无限上纲了。真的计划书写出来也要送陆委会。不过因为考虑到防疫，上海的官员若是来台湾入境了后，就要接受隔离14天检疫，若无法度面对面坐落来召开论坛。市议员是关心讲，台北市府敢会考虑用视讯的方式来办理？郭文德讲，要是较倾向实际面对面的方式。在秘书处底下有个大陆小组嘛，会跟对方就举办的方式啊、人员啊什么哈，这个就开始在磋商。举办还是要办的哈，可以实体交流，实体交流还是比较重要。因为台湾防疫的表现受到全世界的肯定，有市议员建议讲，今年若是如期举办双城的论坛，嘛应该把台湾防疫的经验放入去讨论的议题内底，互对方学习观摩。郭文德嘛答应讲，会把台湾防疫的经验放伫咧论坛内底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已经宣布振兴券的方案，拼经济要起股啊！那台北的宁夏夜市啊，嘛推出开振兴券，会当换生活用品，会当抽奖，要来刺激消费。高雄市嘛推出振兴券的嘉年华，要开振兴券有机会会当抽到轿车。澎湖是宣布讲，每一个澎湖县民拢会当各分加500块的消费券。将配料放伫菜瓶中，淋上糖水，大天来一碗清凉冰品是一大享受。宁夏夜市这间冰店，前13仔受到疫情冲击，业绩直直落半5成。对7月15日即将要上路的振兴3倍券，业者真肯定，也要增加推出消费送甜点的活动。所实施的就是买5送1这样子，那希望可以多增加3成吧，不要影响到那么大。
看准3倍罐带来的真大商机，台北市宁夏夜市推出使用3倍罐会当换环保卡仔，人气美食甲伴手礼，上大奖也会当提有电动机车，无管用纸本还是电子支付消费，拢有优惠。这个真心件的发放，我相信绝对是及时雨。名店也都加入这一次的促销专案哈，你只要5人同行哈，到这些店消费满1000元，他们就会再补送你100元。中央出钱带动经济，地方政府也准备好势，台北市研究配套方案，配合相关拍摄活动，为目标就是要将钱留伫台北市。高雄市政府用促善基金5000万推出，进行买物件嘉年华，伫高雄消费满500会当抽5万抵用金，黄金价8万汽车。很多的业者打电话进来，希望能够加入这个我们振兴的合作厂商。我想大家用各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次的投资。但是我们一切都依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针对无发票的店家，高雄市府也发50万张的50块消费抵用券。另外，澎湖县因为疫情影响上半年观光经济，澎湖县议会甲县府达成共识，决定由县区提拨5000万，无排付无限年会，发给县民500消费券。预计我们澎湖县将近10.5万名的民众都可以拿到500元的消费券，可以在我们澎湖县里面所有的商家跟摊贩都可以来使用。澎湖县府稳准消费券到处流通，也都是商店托管，收消费券了后，会当伫期限内继续使用。消费券有计7月上路，佮加上中央的3倍券，县府毋望会当随促进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水土保持局台东分局伫台东197馆岛设装置艺术。今年佮邀请7个国内外艺术家去户外创作，要吸引乡亲去台东行打。若月底的5日节连续假期，台东的定邦率、大邦率已经有9成，业者是希望讲拼经济，会当拼出好光景。飘鸟197中国大地艺术创作作品，昨日开始伫咧台东县地上乡甲关山镇的197馆岛来展出。表画艺术家纪仁和透过观察农民种植的辛苦，伫咧地上农会旧7层的外壁画出大型的壁画。7层内底展览加拿大籍的华人亚海地，用阿美族传统野烧的技术烧出来灰鸦片，做出甲土地连接的作品。行出来外口，来大坡地的南边，英国一个艺术家贝马丁以台湾石块的反光镜，做出四面反射这个户外装置艺术，让游客透过镜来看后边大坡地的风景。面对作品，可是你是可以看到整个大坡地。伫咧大坡地的北方，也有原住民艺术家阿水啊，用地那边的鸟仔收作品。我想要有一个厝，伫咧东花，阁有真大用大水木做的钓鱼的老人的作品。何时透过老人的眼神，带领大家来看风景。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一直花最长的时间是在于他的眼神的表达。伫咧后疫情时代，台东包括大地艺术节、热气球嘉年华拢会照常举办，要来抢观光商机。旅游业者嘛拢真乐观的看待，要伫咧5日节甲休热替台东城人客，让我们增加很多新的旅游景点，然后可以带动很多游客来这边。台东县观光协会表示，5日节台东饭店的订房率已经达到9成，休热订房嘛早伫咧5月份就已经有人抢要订，佮加上7月份政府设振兴券，台湾人去台东旅游的大月就伫要来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会晓修理回零机，台南市的药德工家真正专工去买一只已经退休的回零机，要转来让学生囡仔听，让学生囡仔摸。普罗佩拉机室的零件，也有航空灯运转拢正常。伫咧厂房内底准备修理飞行机的人，是伫咧台南市私立药德工家的飞机修复科的学生。药德工家特别学这台美国西斯纳172型的飞行机，就是想要让学生有实际演练的机会。这也是全台湾飞机修复科教学飞行机内底唯一一台设备上介完整、演练有法度旁叮当的教学设备。这个是飞美国大峡谷的飞机，刚好除役我们刚好把它采购过来。它各操纵系统、飞行操纵系统以及灯光系统都是正常的。那在这方面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呢，在各项比赛
还有在飞机的食物上360度检查、飞行前检查、飞行后检查呢，都能够呢学习到呢实际上的运用。台南市育德公家飞机修复科有航空馆、修理厂，也有机能鉴定的场地，是南部专门提供现代航空科技知识的教学环境。即阵也会使接受餐饮科，也有时尚造型科的学生，伫咧飞行机送餐甲空服员相关的专业训练。对于这个专业领域上会比别人更有知识一点。育德公家的校长表示，即阵已经依照民用航空法、无人飞行机的管理办法，设立考相关证照的课程，也甲这变做是训练的场地。学生会使伫咧学校就先甲民用、军事，也有科技、航空等等，加和航空产业相关的学问先学起来，替未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的新鼻乡有一个26岁的少年农民，伊号做林依宏，伊的家族拢伫种金蕉，伊嘛会使讲是互金蕉饲大汉的。虽讲伊还阁少年，毋过伊种金蕉的经验已经有15档啊。伊大学的时是读农业系，毕业了后继续去研究所研究金蕉，就是希望讲会当开发个人品牌。伫金蕉园里无用口草检查金蕉地啊。住伫屏东新边的少年农民林依宏，今年才26岁。伊为着要互消费者食到通安心，专采用天然的草生栽培。自己种的香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很少使用化学肥，都采用自己的有机肥下去灌溉施洒，几乎没有用过杀草剂。消费者吃起来说口感比较香 Q 又比较甜。林依宏从细汉就对是大人种金蕉。读册放假时，同学拢去唱歌、看电影，敢若伊拢去踮园里做事，而且伊也充实知识，希望通种出和人无共款的金蕉。我大学就选择农业学校屏科大就读，然后毕业后去香蕉研究所实习，新蕉农的计划。实习完后套用在自己的香蕉园上，然后采用那个有机无毒产销履历的认证方式下去种植。现在都有跟那个超市、量贩店配合。林依宏虽然少岁，种金蕉的经验却超过15年。伊希望未来会使打造家己的品牌，和济济友志同齐拍拼，互屏东金蕉的好名声透到全台湾，销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相关消息来关心，卫福部的国健署公布台湾人上新的癌症报告。台湾平均每4分42秒就有一个人罹癌，新的癌症的患者有11万1000多人，比顶一年加5000多人。其中大肠癌已经是连续12档排第1。台湾人癌症发生的几率是愈来愈悬。国健署公布106年癌症登记报告，新发生癌症的人数是11万1684个人，比前一年增加5000多人。10大癌症发生的人数上侪是大肠癌，有1万6000多人，已经连续12年徛头名。再来是肺癌、女性的脸癌、肝癌，也有口腔癌等等。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所谓的饮食的习惯也好，肥胖实际上是一个原因了哈，这个实际上都是有相关性。国健署表示，10大癌症的排序，甲前一年差不多，除了排名第8皮肤癌，甲第9的胃癌顺序交换。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脸癌、甲大肠癌发生的人数甲几率是增加上侪2种癌。我觉得他们的生产的时间稍微晚了以后呢，生育年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的保护 factor 这个因子也会比较少一点。另外，调查佫发现讲，癌症的时钟佫变较紧16秒，平均4分42秒就有一个人得癌。男性的食道癌甲口腔癌发生率是女性的14.2倍甲10.7倍。那步槟榔的人得口腔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8倍。那同一个时间有步槟榔、食薰佮啉酒的人，几率是123倍。因为安尼，国健署提醒民众唔通食薰、啉酒甲步槟榔。那定期做癌症的体检，会当降低死亡率甲提关准活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已经预告讲，要放令阳性患者可驾驶规定，上紧伫今年9月份开始，阳性的患者若准讲2档内拢无发作，而且医生有开出证明，安尼就使去考奥多拜，也有轿车的驾驶牌。
2017年8月，屏东万丹发生一件3死车祸，事后发现女驾驶有引起病死，检警认为车祸可能是因为当时驾驶引擎发作。以过失致死罪起诉，其实即卖法律规定，有引擎患者袂当拘捕，也毋过随着医学进步，轻症也是会当控制刑的引擎患者会当用药物控制。交通部有各种放宽引擎患者可驾照规定，2年来无法做无条件考照。其他国家目前大概他们在观察这个癫痫的这样的疾病，一个让他提供使用车辆的一个资格，大概最短有到3个月，那最长到2年，所以我们也是选择用2年作为我们国内的一个考量的一个期间。交通部表示，过去引擎患者一律袂当去机车驾照，伫2006年被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认为是歧视。经过多年讨论，也参考国外规定，专家学者认为放宽轻度也是会当控制的患者考照是会用的。一般的癫痫患者，他如果在用适当的药物的话，有70%-80%的人是不会再发作。他们如果开车当中，他们是这种小症状的话，如果说不是全身抽搐，而只是手麻，只是那时候有怪感觉，他都是可以马上立即停止下来的。关怀引擎联盟表示，全台大约20万名朋友，真侪住伫偏乡，也是轻症。过去受限法律袂当考照，生活上有真侪不方便，非常乐见交通部有条件放宽，也毋过也呼吁朋友爱做好健康管理，诚实汇报病史，确保自身甲大众的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证交所公布去年上市上柜这大公司的员工薪水的调查，发现餐饮业有一寡公司股票有趁钱，毋过员工的薪水却倒退路。不少连锁餐饮、超商小卖业拢是上市贵公司，企业福利，员工敢有分享劳动果实？证交所公布108年度员工平均薪水。上柜的餐饮业摩斯汉堡平均年薪24万 ，EPS 每股盈余5.02块。卷豆腐所属的豆腐集团31.1万，每股盈余6.66块。泰式料理下城31.2万，每股盈余15.51块。EPS 比同业好，也毋过薪水低过同业平均，使得真侪人感慨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因为其实餐饮业我也是做过，其实是非常吃劳力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劳力成本薪资不是成正比的。这一餐饮品牌员工人数上侪摩斯汉堡回应，因为兼职人数占全体员工比例较悬，所以有价平均薪水，毋是主管级的员工薪水近期已经有相对提悬。青年劳动局5联盟表示，证交所公布的数据只是平均，但确实只是一种参考的指标，也毋过也是会当凸显部分福利企业付的薪水是按照基本工资来行。零售服务业他们其实薪资都是贴平的基本工资在走。虽然对于企业来说，每一年的经营它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那例如说像今年遇到疫情，其实很多行业都有就是相对来说状况比较不好。可是其实在状况相对好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能够看到就是企业愿意主动把自己的这个利润分给员工。就保价去年特别亚出有趁钱，也毋过基层员工薪水低。今年个别公布的年薪就增加2.1%，来到38.2万。另外，薪水悬的就市公司鸿海平均年薪272万，虽然是前10名，也毋过比前年减少50多万。台积电也呈现衰退，为200万跋到197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台湾马戏团演剧团，除了会当欣赏当代马戏舞台、音乐，也有艺术创作，而且也佮加入台湾本土的元素。夜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邀请乡亲咱做伙来剧团看戏。含一般传统的马戏团，单纯的特技表演无同，当代马戏结合舞台、服装、音乐、录像等等的要素，传达艺术家的理念。演剧团的团长林正宗吸收台湾本土文化的元素，创作独一无二的当代马戏作品。虽然伊可能无语言，但是伊伫无语言的身体形体内底会当表达真侪超现实的物件。我会当看到笑亏，我会当看到超乎日常的表演，嘛会当伫内底看到一寡意义。为着要让作品更加丰富，林正宗和侪侪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引导观众走出台湾文化。
做台湾文化是真好耍啊，而且你会真感动，因为这都是你生活的所在，你的土地。做的过程中，你会感觉你愈来愈了解你的厝是安怎，你的土地是安怎样。不全然是我们在服务演出，就是我们也想创造一个叙事的文本，就是这个音乐有在讲故事，然后这一个文本跟他们演出的动作上的文本会有一个对话关系，然后会有拉出一个张力。正经在地文化人文关怀的医剧团因所拍拼的结果，立为这礼拜六6月6号所举办的台湾当代艺术大奖台新艺术奖，开看台湾美戏的新面貌。记者吴定武、柯宏耀台北采访报道。环境的新闻来关心马祖戏，就是咱咧讲的北海猪。海洋保育署伫5月初7已经重新规划苗栗、台中、中华森林等县市的沿海，甲定做北海猪的重要生态地，希望要保护北海猪的生存环境。台中港外海已经有几啊届互看到白色的海猪规家伙仔做伙出现，互保育人士是真欢喜。好大只的鱼！我跟你讲拜拜啊！为着保护北海猪的生活环境，海委会海保署今年5月27以亚保护预告中华北海猪重要的生活环境，面积有76300公顷，范围有甲苗栗、台中、中华甲森林等4个县市，同一个时间嘛扩大调查的范围甲频率。这次预告范围和之前林务局他们所预告的范围是一样。现在在我们的预告的范围，它重要栖息环境的这个里面，是没有风机的。海保署指出，北海猪列做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海洋保育主管机关移交海委会了后，重新办理移告的范围，北边为龙凤渔港，南边到外线汀州。2个月了后，若无啥物争议，就会做公告，程序完成了后才实施。同一个时间嘛会扩大调查的范围，为淡水河到台南的将军渔港，而且为海外线向外到顶深线30米拢是调查的范围。针对这点，环保团体表示肯定，不过对移告的范围并无排除防止争议的区域，是感觉真遗憾。海保署是不是受到行政院、经济部、能源局等等的压力，要这样子的做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布？其实离1公里，海保署居然觉得可以接受，然后这是一个很，就是他们认可的一个状况。其实我是非常讶异的。海保署综合各种调查报告，估算目前中华北海猪的数量恐惊是伫60只以下。环保团体呼吁，保育的工课脚步就要赶紧。也若未来扩大调查范围的执行单位，嘛要有各界认同的公信力，才会当甲北海猪保育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息，来关心防疫期间，真侪企业拢要求员工唔免去公司上班，踮厝内上班就好。想袂到安尼嘛出现一项副作用，就是变大箍。日本即马有一份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体重拢变重啊，而且欠运动，肥肉嘛变侪。另外嘛有专家提醒讲，热天到位啊，挂喙暗一定爱洗字，若无挂好，可能会掉线。伫厝内底用电脑拍字工作，伫日本愈来愈多。为防疫，真侪公司互员工远距上班，减少感染风险，啊，毋过煞出现另外一种风险。もうずっとテレワークなんで3キロぐらい太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食べる時間とかの変化、不規則になっちゃったのか。少出门食物件无固定，最后就是大箍。日本一间健康管理公司透过 App 监测2800名劳工用户的体重甲体脂率，结果发现过去4个月有57%人体重增加，60%人体脂率升悬。伫体重升悬的人当中，有32%增加无到1公斤，26%的人增加1公斤，或者是更较侪，也有人甚至是重10公斤。在宅勤務になってから本当に動かないので。会大箍就是运动量无够，因为伫厝内底工作，连平常时行到车站的路程拢省落来。App 当中的数据显示，这人逐工行的步数下降，其中79%人逐工行步到维持身体健康的8000步。或者根据伫厝内底工作佫无运动，会提悬得着糖尿病甲高血压的风险。ずっと巣ごもりで家でじっとされていると、今度はその健康二次被害というそういう生活習慣病を発症されたり、あるいは悪化されるというリスクですね。
爱阁提高警觉，就是伫热天，防疫一定爱挂喙暗，可能会造成伤害。医生指出，挂喙暗会互人的喘气甲心跳搁较紧，若是拄到真热的天气，就较会着沙。熱中症とコロナ感染症は区別できないと。受け入れ先を探すのに救急隊が時間がかかったり、あるいは治療のタイミングが若干でも遅れたりする懸念があると。熱中症は予防可能です。ですからそれを知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市的医学专科学会就建议，民众用有当时将喙暗摕落来，加啉水，当然爱甲人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厝内温度升悬，也应伫厝内底做简单的运动，也就是避开真群，出门散步，互身体伫热天来进行提早适应降温。同时强调，爱特别注意独居的老人，因为因伫厝内底着雪风险真悬。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欧洲安养中心算是疫情的重灾区，英国的安养院死亡病例超过1万例。即马解除封锁了后，英国有一寡安养院嘛唔敢急放放，是采取快速的探访方式，就亲像讲你去买物件唔免落车迄款方式，互家属甲亲人见面，啊毋过袂去接触到。那伫法国是有安养院安这塑胶的。按透明的塑胶膜，会当互相对方去相望，啊毋过袂去有烧坏的风险。就算隔一层薄薄的塑胶，那塔里也要甲伊的先生谈情说爱，惯是以大面来拍照会法国人，即嘛是免安尼做，因为防疫期间亲密接触是一个大禁忌。Alors cette bulle, moi j'ai tendance à l'appeler bulle de bonheur. Elle est placée en plein centre de notre jardin. Alors l'idée c'est de pouvoir recevoir les familles et le résident en toute sécurité avec toutes les règles qui s'imposent dans la gestion du Covid. 法国4月中开放探视安养中心了后，即间伫北平的布尔堡的安养中心，为避免互住民感觉亲像家共款，5月2日开始伫外口，互探视的亲属甲住户用透过一层薄薄的塑胶近距离接触。真久无看到主人的狗仔是非常欢喜。院方表示，接受触觉信息对院中的阿兹海默患者来讲是真重要。Parfois on n'arrive plus à communiquer, donc la seule chose qu'on peut avoir c'est le toucher. Les réponses qu'on peut avoir aussi c'est ça, des frictions de main. Alors cette bulle qui est un petit peu magique permet d'avoir cette impression de pouvoir se toucher. La paroi centrale étant totalement souple. 家属进入进前，将手爱先喷酒精消毒。这个设伫外口的厝有真侪入口，互住户甲家属分流进出。院内60名住户拢无出现武汉肺炎症状，院方也是唔敢大意。另外，英国安养院封锁8礼拜了后，第一摆开放家属探视，住户伫草坡顶悬，等待家属用倒来水方式探视。这位阿嬷看到真久无看到亲人是笑嗨嗨，院方有限制时间，家属就算坐伫车顶也爱挂防护设备，才能将窗仔摇落来。英国路透社调查报告指出，强生政府为防疫尽全力保护病院，煞护士共款也真脆弱的长照机构，莫发生病院为清出病床，将无确定是不是为着武汉肺炎的老大人患者，煞甲其他机构造成安养院严重风险。到5月底，英国安养院染疫死亡人数占全国确诊死亡的1/3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欧洲即马有真侪国家已经开始解除边境的管制，亲像意大利的景点就先采用线顶登记，啊毋过有限制人数、游览的人数。伫咧荷兰的博物馆嘛已经重新开放啊，一寡世界有名的作品、艺术品拢已经摕出来展览。葡萄牙已经进入第3阶段的解除封锁，虽讲剧院、文化场馆拢会当开始开门啊，啊毋过有一寡业者也是毋敢随开店。这是意大利罗马竞技场，自封城84天以来，头一摆感受到游客热情。也毋过，因需要先线顶申请，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是基本规定，目前只容允200至300人入场。这是意大利上受欢迎的景点之一。2019年有750万人来遮。Giorno emozionante perché è proprio quello dedicato alla riapertura del Colosseo, quindi ne abbiamo approfittato. 梵蒂冈博物馆也伫6月初1中心开放，同款爱先线顶申请，过去这是观光客一定会来的所在。只要一开门，游客就会规大阵入场。
也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目前意大利边境游玩关起来，在地人总算会当独享梵蒂冈博物馆的展览。荷兰伫超过2个月封城了后，餐厅、酒吧、咖啡店、电影院、甲博物馆重新对外营运，也毋过爱依规定保持社交距离，群组袂当超过30人。梵谷博物馆伫馆外放太阳花，互游客免费睇，也互大家知影梵谷的作品《太阳花》总算再度甲大见面啊！It's 25 people per quarter hour, so 100 people per hour, and you have to book online. 芬兰赫尔辛基颂歌中央图书馆被认为是北欧上水的图书馆，也扩大开放啊！内底提供的免费服务，像3D 列印、摄录影片，拢重新登到生活中。疫情期间只会当借下册，即马大家会当伫馆内看册。葡萄牙进入第3阶段解禁，电影院、剧院、文化场馆拢已经开放，也毋过游玩有部分业者认为，观众游玩对疫情感觉忧心，毋敢上门。为了避免无必要的开销，选择继续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今日讲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伫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9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公司台记台往来西瓜先饼先，看 Janet 食意粉，甲叶欣梅2个人趣味佮笑话主持，陪伴全台湾的学生组队来比赛，创造上界自然又佮亲切的台语环境。下牛奶倒入去迄个大的碗，啊你目睭不是这个。 6月7日开始，每礼拜1到拜5暗时6点半，往来西瓜先饼先，就伫咧公司台记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电推小姐。今仔日心情歹，话无想要讲伤济，直接讲重点。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受气。受气，汉字写作受气，罗马字写作思忧受，可以气。受第7条，气第3条。受气，嘛有人讲上气。无共听到的受气，嘛有无共的意思。较接听到的唱，袂爽，气噗噗，气心老命，规巴肚火，还是气甲手长目角，拢有人讲。受气的时阵，除了家己伫遐吸气，大部分的人拢会气性地、发性地，还是塞性地。较严重的，有时会掠讲。像我细汉的时阵，阿母甲我讲过吼，莫卡袂着，就伫遐塞性地。毋则我若受气的时阵，就会直接掠讲。咱会当为受气的人的五官，也是伊的动作，知影伊咧受气，像气甲转伊转倒，气甲甲人引，甲人青，甲人骂，甲人叫。对人歹嘴，还是甲人冤家相骂、相拍、相抢、相争，甚至举刀相抬、举枪相弹，创甲爱警察来处理，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当讲
气死也无伤，这句俗语是咧考劝人唔通受气，较袂伤身体。无，若真正气死，是真唔得。还有一句俗语，见笑转生气。这句的意思是讲，因为见笑惊人甲笑，煞颠倒家己先受气。六，受气，气噗噗，气身落命。手长目降，西圣地气死言无伤，见笑转受气。真侪医学研究拢有讲，受气对身体足歹。不过，若有无欢喜的代志，嘛是爱好好讲，讲出来较健康。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